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呢，我就同大家傾一個非常有意思嘅話題，就係中共如何使用公安嘅呢個事情。從技術方面嚟睇，佢哋有耍過咩虎法？我哋再睇睇中共從最早嘅呢種電信搭線嚟監聽相關人士，到後面發展到孖雞大哥大，就係一機兩號，然後再到網上嘅防火牆同呢個電信詐騙嘅關係嚟傾一傾呢個中國大陸公安國安嘅呢個技術嘅發展同佢哋監控嘅手段。最早中共嘅呢種監視監聽係好簡單啦，仲喺技術冇發達嘅年代，就係啱建政嘅49年之後，佢哋基本上都係使用人工，即呢個人工唔係人工智能就係派公安人員去跟蹤監聽相關人員嘅呢種私生活好，反正佢嘅呢個信件也好，反正都係全部都係攔截咗之後進行檢查嚟睇佢有冇同所謂嘅國外嘅特務機構嘅聯繫。後面有前啲人呢，就通過香港嘅呢個窗口，同世界嘅其他嘅先進國家，包括英國呢個就係個演仔啊！因為英國大家都知啦，大家都睇過007啦，007就係英國嘅情報部門嘅，所以當時以工黨為首嘅呢個政府就已經就賣啦好多好先進過呢個當時嘅蘇聯 KGB 嘅呢好多技術俾中共，所以中共喺呢方面比如竊聽啦，呢種遠程監控啊，佢都非常嘅先進。所以最有名嘅呢，就係1958年毛澤東南寧會議同佢嘅呢個貼身秘書嘅傾偈，俾錄嚟。內部人員傳呢個錄音係周恩來授意廣西公安廳為了保護毛澤東而做嘅。呢個檔案現在依然存喺廣西。到了後面呢個經濟發展、技術發展之後，出現嚟呢種程控電話。咁呢個時候最簡單嘅就係駁線。咩係駁線呢？就係講喺固定電話，我要監聽某個人，比如講某個辦公室、某個關鍵人物嘅時候，我就牽一條線到我要監聽嘅呢個電話機上面，呢個就係駁線。最到後面有啦大哥大嘅方法就係佢當時廣州出現嘅呢種機去到孖機大哥大，就係一機兩號，就講你使嘅係號碼，實際上有兩個人同時使，但係佢哋兩個人互相之間又冇識得。呢個就係當時嘅廣東省嘅政法委嘅細金庫。到嚟後面
又出現啦呢個網絡，所以跟頓計劃就上路啦。所以中共佢嘅呢種監控監聽嘅呢個手段，都係隨住時代同技術嘅發展嚟不斷嘅改進。但係最大單嘅，俾佢哋飛上天嘅呢個改進係咩呢？就係當年嘅呢個震驚全世界嘅斯諾登嘅事件。當年斯諾登偷嚟美國嘅呢個監聽監控技術過境香港嘅時候，中共就通過香港嘅自己嘅呢個技術人員 copy 咗一份，所以就後面就係非常有名嘅天網嘅呢種，就係所謂大數據監控嘅呢種。實際上講白啦，都唔係自己嘅啦，都係偷人嘅嘢。所以話咩事美國佬咁激？你冇單偷咗佢嘅嘢，你鎮壓香港嘅呢種手段，真係直至就廣東廣西嘅武警就脫嚟衫褲就穿香港嘅警察啲衫褲落去，咁就冇啲咁耍就冇對啦，並且搞死咁多人。美國但係呢壞係壞就係啲民主黨嘅呢幫影仔幫住中共喺啲講話，撐住中共，所以香港事情就最後不了了之。但係我哋要睇到中共嘅呢種手段嘅變化。所以真係抵得佢哋啊！今次啊，為乜事美國要使呢個關稅，就係要夾住佢嘅呢個技術。但係呢，有啲人啊，都係見錢，咩都做得出。啲技術繼續嘅供俾呢個大陸係邊個？我就冇睇啲，大家都識得啦，我就冇講啦。所以中共咁搞，到頭嚟要搞死自己嘅。我今日傾嗰啲，歡迎你訂閱我嘅新頻道，多謝大家轉發分享。你鬧我都冇用，都感謝你，我都冇怕。你支持中共係你自己事情，但係我仲係要講呢個真相出嚟。好多謝你哋嘅收聽收睇，祝你哋有個愉快嘅一日。